荷蘭多個地方嘅民眾繼續為喺烏克蘭墜毀馬航客機嘅遇難者哀悼。由阿姆斯特丹起飛嘅呢一個航班上面，298人全部遇難，當中包括咗193個荷蘭人。一對喺荷蘭經營中餐館嘅華人夫婦，亦都喺遇難者名單裏面。佢哋喺鹿特丹經營一間叫做東方之珠嘅餐館，餐館外面而家擺滿咗鮮花。尋日更加有幾百人以靜默遊行嘅方式前嚟弔唁。經營東方之珠餐館嘅丈夫係嚟自香港嘅范順寶，太太係嚟自馬來西亞嘅樂燕華。佢哋兩人同樂燕華嘅媽媽都喺出事嘅航班上面。佢哋經營嘅餐館喺當地非常出名，仲得到米芝蓮美食機構嘅推薦。范順寶喺遇難前5日仲接受過當地媒體採訪，話自己由16歲開始喺餐廳打工，1978年移民到荷蘭，經過艱苦創業，先至有東方之珠而家嘅良好業績。佢哋夫婦仲熱衷於慈善活動。鹿特丹市市長尋日亦都參加咗靜默遊行。